高中毕业过后，你想讲面容过封闭因为爸爸很严厉，我感觉讲改腔做事情应该不会这么如我心里所愿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逃离这个地方。你去高雄好做天嘛无，一面好技术，你更好更做安尼。艺术时间你开补习班，但是有一年《时报周刊》要拍封面，很急就发通告到公司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大型的杂志封面的造型作品让我在台北可是要翻转我的你说生涯也好，命运也好，应该它是一个开始15年以前，我的造型工作已经有转型我因为第一次在国家剧院合作和赖声川导演，那个时候我深深的被剧场吸引，所以这几年我真的把教学之外更多时间花在剧场。展览有很多应该说天马行空的想法，比如说庙的文化啦，或者是原住民的文化，我们还有跟台湾呢9天民俗记忆团做一个合作那拍摄的东西非常撞击你的视觉。妈妈一直都鼓励我讲，因为她一辈子都提面容，没去过拍别的地方但是她一直鼓励我说你要往外走，对，才可以学到新的东西这样。所以最感恩东海海的妈妈，常常不敢打电话回来报平安，因为我知道我电话响，只要妈妈接电话，我都没有办法讲话，因为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其实妈妈的年纪越来越大嘛，爸爸在个10年前过世，所以我今日准备讲退休过后，尽量就住乡居，也做在陪妈妈自己在继续不断的去探索，你到底这个人生最后你要的是什么？我已经寻到答案你会回来面容。家下的王菲珍都带伊在上目的东西，见伊伫个最强的，其实一直拢皮伫伊的身边，从来都无离开过。我的阿妹土地情感，按传统也按时尚，迄起点嘛迄终点嘛迄一个眼，我从面容来，航向世界的舞台，神梦我的路卡。